乡亲啊，大家开车拢看路，拢会看这个 Google Map。但是你若是去这个屏东县的美术馆，真侪游客咧反映啊，伊开车看 Google Map， 但是开出来煞总开去别人因厝里的巷啊，这个地图啊根本都袂准。屏东县第1座县立美术馆正式启用。 英国滨恩基地即马变成艺术的表演场所，屏东县立美术馆4月27开幕，有真侪游客来，不少外地人会驶车去参观，是讲车要为馆内停车场驶出来时，我们从这边停车场出来，导航会带去停车场外口边啊，这条民生路57巷，甲看看的这条巷啊，真矮，差不多敢若3公尺宽。最窄的地方大概180公分，我们昨天有测量。 车要过真勉强，所以讲，和这条巷啊上面边的徛架受在用。门径门条弄红 A 过，这片铁门搁捌红弄掉过。之前这对门是直接用弄啊，整的撞到整块掉下来。这片门搁红弄掉3摆，小连续被弄要隔壁这个谢先生因兜。哦，这关啊，我都弄掉。大门顶鱼叉丝嘛弄一角去。那修嘛是弄。 因为弄几啊摆啊，弄到这个谢先生拢无想要修理啊，要壁角这排盆栽嘛是惊弄到。弄了这个只要掉了就没水了。导航将大小台车拢带入来巷仔底，或者在地人呢提心吊胆。在地民意代表接到真情写配合Google地图修正路线。我前天下午在4点多做申请，昨天早上我们来会勘的时候，谷歌已经调整了这个行车路径。 路线被修正了后，即马车位停车场出来会安尼穿，得绕一圈，从会经过林管处那边，从民生路的另外一个大路那边出来。唔那安尼尔，刷来过采购示牌啊，好在地人会当较安心的，免过烦恼讲因兜随时可能会被弄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